5月7日劳动节敢会改做全国统一休假呢？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中央有咧评估啊。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是呼吁政府唔通搁拖，上好是为今年的劳动节就改做全国统一休假。每一年的劳动节，各级学校教职员拢袂使休，不过使用劳基法的学校除工公休煞会使休假，而且学生嘛爱上课，除工颠倒爱去加班，一校两制嘛影响到政府互人休假的美意。所有的一个劳动者应该要纪念的日子，在我们台湾竟然会1国2制啊！政府你要彰显对劳动的一个价值，应该从自己做起。各级学校、政府机关5月7日有真侪项上班的乱象，1国2制全教总一直咧倡议，讲甲劳动节定做全国拢休的国定假日。民进党立委林基锦顶礼拜伫立法院提出，行政院长陈建仁正面回应，全教总认为是万来政绩，不过到今都已经超过1礼拜啊，也无消无息。条立委拢呼吁政府爱赶紧实施。一位是劳工，一位是教师，有的要上，有的不要上。那特别是在有养育下一代的家庭里面啊，更是造成非常大的困扰。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在做内部的作业哦，像说可能那天放假，这个警消的执勤，要多少加班费哦。立委林基锦表示，根据了解，行政院人事总处当咧调查评估，往这个方向规划，希望今年会当实施。全教总嘛强调，多数的民间企业5月7日拢有咧休，改革无牵涉到另外的社会成本，不过会当互60万名军公教加休1天，兼顾家庭生活。希望蔡政府执政的最后2个月，就互今年的劳动节开始全国休假，千万唔通搁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